各位親愛嘅老友記，大家身邊肯定都有呢一種長者，辛辛苦苦勞碌成大半宿，終於熬到退休，手上有少許積蓄，時間大把，無需工作牽絆，即刻覺得自己有好好享福，日日心心念念就係出門旅行，見人報旅行團就心鬱鬱，聽到邊度有新景點、新風景，就即刻上去睇、上去行，周圍奔波、周圍闖身邊，親朋好友都會話呢啲先係晚年享福嘅樣子。辛苦大半世，終於可以自由自在遊山玩水，何其愜意！但係大家有冇細心發覺一個好圓好真實嘅現象？好多老人家明明開開心心、精神飽滿出門旅遊，滿心歡喜去感受世間風光，點知返屋企之後，成個人即刻垮晒，輕則感冒發燒，體質變差，重則大病一場，前面病榻。仲有啲長者呢趟長途旅行落嚟，看似玩得盡興，實質一夜蒼老，樣貌憔悴，氣息灰暗。成個人老咗足足10歲不止，就連屋企嘅運勢、自身嘅福氣都跟住一路走下坡，諸事不順，運滯纏身，好多人百思不得其解。明明旅行係放鬆減壓、養心養身嘅好事，點解落到老人家身上，反而變成耗身損福嘅禍事？今日同大家講嘅呢番話，係好多資深業理大師潛心觀察數十年，看透晚年運勢同生命規律嘅真心忠告。專門講不6蝕5歲以上嘅長者同長者子女，聽句句都係實用保命、守住福氣嘅真話。精研義理數十年，看透天地氣場與人生規律嘅岑日飛大師，早就講過一個好通透、好中肯嘅道理：人過咗6絕5歲之後，身體嘅陽氣就會開始逐年走下坡，唔再似年輕人那般元氣充沛、氣血旺盛，自我修復能力極強。年輕人四處奔波、長途跋涉，頂多係攰一陣。消失醫慢咗佢哋即刻會氣，陽氣負氣，氣場都唔會受太大影響。但老人家患上唔同晚年之人，陽氣本就虛弱，氣血不足，五臟六腑機能都慢慢退化，根本經不起折騰。所以我哋先至會講呢句核心真心話，大家一定要牢牢記住，人老咗最忌諱嘅就係奔波泄氣。出門旅遊本身並無過錯，遊山玩水放鬆，心情本嚟就係養生好事。但千祈唔好踏足3個能量極陰、磁場極度雜亂嘅地方。呢3個地方對於年輕體質、陽氣旺盛嘅人嚟講，可能只係普通遊玩之地；但對於陽氣虛弱、元氣不足嘅長者而言，絕對係福氣黑洞、養生大忌。真係去一次，無形中折壽3年，衰氣入骨，陰氣纏身，晚年薄弱嘅體質同運勢，根本頂唔住呢種無形嘅消耗與侵蝕。今日我哋就好好講透呢個晚年旅遊與出門借宿嘅玄學因果禁忌，教大家避開呢啲無形坑殺，守住自己辛苦一世積落嘅福氣、健康同好運，唔好俾一趟旅行偷走入你晚年最珍貴嘅安穩與福澤。好多人都會疑惑，點解老人家越從意周圍去旅行、四處奔波，身體同運氣就越容易變差，甚至越旅遊越虛弱，越出門越運滯？其實呢一切都可以用玄學最樸實、最真實嘅氣場原理解釋清楚。我哋要明白人嘅一生，少壯之時貴在動，晚年之時貴在靜。年輕人需要闖蕩，需要歷練，需要奔波，積累閱歷同財運。但過咗花甲之年，人嘅生命狀態早就轉變。此時此刻最需要嘅，從來唔係四處遊走、到處打卡，而係靜養元氣、藏風聚氣。晚年養生養運嘅核心就在於一個藏字，藏住元氣，藏住陽氣，藏住福氣，先可以守住健康，穩住運勢。但而家絕大部分老人家嘅旅行完全背道而馳，根本唔係靜心放鬆，而係高強度嘅奔波勞碌。無論係跟團遊，抑或係自由行，長途旅行必然離唔開長時間坐飛機、坐長途大巴輾轉車程，每日需要早早起身，深夜先至休息，飲食作息完全打亂，日日出門趕路，頂風淋雨，勞心勞力。呢種狀態喺玄學角度嚟講就叫做奔波勞碌，氣血下陷。老人家氣血本來就運行遲緩，陽氣不足，長期處於奔波勞力嘅狀態，體內氣血就會持續下沉，無力生發，陽氣不斷耗散，陰氣趁虛而入，身體機能自然越嚟越差。除咗身體上嘅勞累，更隱形、更致命嘅就係各地混亂嘅磁場對老人家嘅侵蝕。世間萬物皆有氣場，你每一寸土地、每一個地方都有屬於自己獨特嘅磁場同氣運。我哋長期生活嘅屋企、熟悉嘅街區、常住嘅城市，係我哋幾十年嚟日日適應、日日滋養嘅磁場。
呢度嘅氣場與我哋自身嘅氣脈相通，陰陽平衡，能夠默默滋養我哋嘅身體同福氣。但每去一個陌生新地方，就需要強行適應當地完全陌生嘅水土、氣候同混亂磁場。年輕人元氣旺盛，陽氣充足，自身氣場強大，就算短時間接觸雜亂氣場都可以快速調適，自我中和唔會造成太大影響。但老人家完全唔同，晚年元氣本就虧虛，陽氣薄弱，自身保護氣場本就脆弱無力，根本冇足夠能量去對抗、去適應各式各樣雜亂無序嘅外部能量。每一次強行適應新環境，都需要耗費體內僅存嘅元氣同陽氣，而次次消耗，而次次透支，最終就會導致陽氣嚴重流失，氣場破損，福氣泄露。呢亦都係好多老人家旅行歸嚟之後，明明冇數量冇腦損，卻莫名周身不適，精神萎靡，身體同運勢雙雙垮掉嘅根本原因，看似係身體勞累，實則係氣場受損，元氣透支，福氣被耗散。講到晚年生活嘅真諦，不得不提蔡瀾先生同岑日飛大師嘅共通人生態度。兩位看透世事、通透人生嘅前輩，都極度看重晚年嘅舒適與自主，從來唔主張老人家為咗所謂嘅遊玩、所謂嘅見世面去勉強自己、折騰自己。而家好多老人家曾以報平價旅行團貪平貪抵玩，跟住帶隊人馬四處奔波，看似免費超值，實則係用自己嘅健康同福氣換回來。試問大家認真諗下，絕大多數平價旅行團本質就係趕鴨式出行，每日天未光就要起身集合，日頭不停趕景點趕車程，喺各個打卡點匆匆忙忙罰站影相，完全冇時間靜心欣賞風景放鬆身心。三餐都係毫無品質可言嘅團餐，味道差，衛生一般，完全唔合老人家嘅飲食習慣同脾胃狀態。一日落嚟行到腳軟腰酸四肢乏力，夜晚返到住宿地方攰到連講話嘅力氣都冇，第二日又要早早起身繼續趕路。呢種旅行根本唔係享福，純粹係出門受罪，無謂折騰自己。與其如此辛苦奔波耗身泄氣，倒不如留喺自己熟悉嘅地方，過幾日安穩舒服嘅日子。朝早起身去幫襯開咗幾十年熟悉晒嘅老茶樓點一盅兩件，K 一壺溫潤嘅普洱茶，慢慢飲慢慢嘆，聽下身邊街坊閒談，感受熟悉嘅人間煙火，悠然自得，身心放鬆。呢種平平無奇嘅日常，先至係晚年最頂級嘅養生，最珍貴嘅福氣。舒服自在，無憂無慮，唔使奔波，唔使勞累，守住自身元氣，穩住自身氣場，比去再多遠方睇再多風景都更能養生養福。講完晚年旅行嘅底層邏輯，我哋今日重頭戲就嚟咗，話大家知65歲以上長者晚年旅遊絕對死都唔可以踏足嘅3個能量黑洞。呢3類地方係無數前輩總結出嘅經驗，禁忌亦都係玄學中最傷。晚年氣運最耗長者福氣嘅場所，偏偏就係老人家最曾意去最容易踩坑嘅地方。大家一定要認真聽，牢牢記，同時都要提醒屋企嘅長輩，千祈唔好心存僥倖。第一個絕對唔可以隨便去嘅地方，就係陰氣過重嘅名勝古蹟、歷史遺址同偏僻山區嘅古老廟宇。老人家一輩子節儉念舊，從而有歷史底蘊、有年代感嘅景物，覺得呢啲古色古香嘅地方先值得遊玩，從而去各種千年古蹟、舊時宮殿、歷史陵墓舊址，仲有好多隱藏喺深山僻野、人煙稀少嘅古老寺廟，專程去參拜、去遊覽。但大家一定要清楚，喺玄學氣場角度嚟講，呢啲歷經百年千年嘅古舊場所，絕對唔係簡單嘅風景區，而係長年累月堆積陰氣、死氣、晦氣嘅陰寒之地。無論係皇陵古蹟、戰遺舊址，亦或是深山古廟，大多數都坐落喺陰寒聚氣、背陰向暗嘅位置，千百年內積聚咗無數歲月沉澱嘅陰濕氣場，消失晦氣。呢啲氣場常年盤踞喺呢片土地，雖然偶爾造訪，生者會覺得陰涼壓抑，周身唔自在，何況係陽氣虛弱、氣場薄弱嘅老人家。老人家本嚟體內陽氣就壓唔住陰虛，一旦踏入呢類極陰之地，無形中就會被當地濃重嘅陰氣、死氣侵體，好容易出現招陰入骨嘅情況。呢種傷害唔係即刻顯現嘅肉身病痛，而係潛藏喺氣場、體質同運勢入面嘅隱患。好多老人家出入呢類古蹟、古廟返屋企之後，冇感冒冇燒傷，卻會長次莫名失眠、心神不寧，夜夜發噩夢、精神倒亢，易見精神恍惚、心神煩躁，仲會出現長期關節酸痛、手腳冰凍、
體重下降、食慾不振嘅問題，去醫院檢查又查唔出任何病因，食藥調理都冇明顯效果。其實根本原因就係體內侵入咗個重陰氣，擾亂自身陰陽平衡，破壞自身負氣磁場，長期積落，陰氣越積越重，不僅身體會日漸虛弱，運勢都會持續低迷，諸事不順，小人產生破財後運，呢啲都係陰氣入體、氣場受損嘅後遺症。所以真心勸各位長者，年紀大咗，呢啲陰氣深重嘅古蹟荒廟，能唔去就唔去，千祈唔好為咗打卡影相一時新鮮，賠上自己嘅健康同晚年運勢。第二個，晚年旅行絕對要避開嘅能量黑洞，就係深山荒野，遠離市區，人煙極度稀少嘅偏僻民宿同山野酒店。而家好多年輕人曾意追求世外桃源，遠離喧囂嘅感覺，出行旅遊專門揀隱居深山，遠離鬧市，風景清幽嘅網紅民宿，仲會帶住屋企老人家一齊去，覺得呢啲地方空氣清新，環境寧靜，適合老人家休養放鬆。但大家完全唔知道，呢種看似清幽恣意嘅山野居所，對於晚年長者嚟講，其實係極大嘅風水禁忌、健康隱患。首先從玄學磁場角度嚟講，人煙興旺、熱鬧繁華嘅地方，先至會陽氣充足、地氣穩固、福氣充盈。而深山荒野、人跡罕至嘅偏僻區域，長年少有人知，陽氣無人積聚，地勢荒涼漂泊，制度不穩定，整體磁場蕭疏陰寒、雜亂無章。呢種荒涼不穩嘅氣場，年輕人短期居住，相且會覺得冷清壓抑、心神薄；老人家陽氣不足，心神氣脈虛弱，長期停留其中，只會越住越心涼，越住越氣虛。自身陽氣被環境不斷耗散，福氣被荒涼磁場慢慢沖散。更重要嘅係現實層面嘅致命隱患。所有深山僻野嘅民宿酒店都遠離市區，遠離醫療機構，周圍配套制度匱乏，道路崎嶇，交通不便。老人家年紀大，血壓、心臟、血管都容易出問題，突發頭暈、心梗、中風、急病嘅概率極高。一旦喺深夜或者假期突發急症，面對荒無人煙嘅山野環境，叫天不應，叫地不靈，救護車難以快速到達身邊，就算有人陪同都難以及時施救。晚年出行平安永遠係第一位，所有風景、所有愜意都遠不及身體健康。出行安全重要，為咗一時嘅新鮮感，所謂嘅世外桃源風景，將自己置於險境之中，隨時面臨急症無人救、出事無人幫嘅風險，絕對係晚年自招其禍最愚蠢不過嘅選擇。所以無論幾出名、幾靚景嘅山野民宿，老人家出行都盡量避開，優先選擇人煙興旺、配套完善、交通便利嘅市區住宿，先可以穩住氣場、守住平安。第三個害死無數長者、最容易被忽略嘅隱形殺手，就係市面上最常見、老人家最曾意報名嘅趕鴨式平價長途鴨仔團。呢啲旅行團動輒幾日遙至嘅城市，跨越多個省市，票價平到離譜，幾百蚊就可以玩幾日。包交通、包住宿、包三餐，看似超級地玩，着數十足，所以使得各位長者歡心，紛紛踴躍報名，覺得係執到寶，免費出門旅遊。但我可以好直白同大家講，呢種平價長途趕路團根本就唔係福利，而係專門透支老人家健康、摧毀晚年元氣嘅頭號。殺手參團一次就係一次高強度嘅自我消耗，無形自殘。大家隨便睇下呢啲鴨仔團嘅行程就知有多苛刻。5日時間跑3個甚至更多城市，每日清晨6點鐘就要起身集合，天光未亮朝早長途車趕路，日頭不停轉場、不停打卡、不停揀景點，行到腳痛，頹垣大汗淋漓，三餐食冇定時飽一餐餓一餐，夜晚返到酒店已經深夜，休息時間嚴重不足，連續幾日高強度奔波，完全冇任何放鬆調整嘅空間。呢種行程強度，就算係20-30歲嘅年輕人走完一趟都會身心俱疲、透支虛弱，何況係60-70歲機能退化、體力薄弱嘅老人家。老人家嘅心臟、腎臟、氣血筋骨根本承受唔住呢種密集式高強度嘅勞累奔波，長時間坐車顛簸，日夜作息混亂，體力持續透支，會直接加重五臟六腑嘅負擔，導致心臟供血不足、腎氣嚴重虧損、氣血運行紊亂，短期落嚟就會精神萎靡、體質暴跌。長期多次參與呢類旅行團，就會慢慢掏空晚年僅存嘅元氣，讓身體底子越嚟越差，各種老年病提前到來，反覆發作。更加隱形嘅傷害係氣場層面，頻繁跨城奔波，不停切換陌生環境，長期處於喧囂浮躁、匆匆忙忙嘅狀態，
會令老人家嘅心神長期無法安定，氣場持續動盪混亂，福氣無法積聚，運勢無法穩固。玄學上講，動則耗氣，靜則聚福。晚年最忌頻繁奔波動盪，呢種日日趕路、日日勞累嘅旅行，本質就係不斷泄氣、不斷耗福，完全係得不償失。睇住係慳咗幾百蚊團費，實質係用自己嘅健康長壽、福氣同好運嚟埋單。呢筆帳點計都係大虧特虧。講到度，可能好多朋友心裏面會有落差，即係朋友圈入面身邊親友個個都出國出省，周圍旅遊打卡，風光無限，愜意自在，難免會心生羨慕，覺得人哋晚年自由自在，精彩無比，自己留守屋企平平無奇，過於寡淡。但我真心想同大家講，千祈唔好被表面嘅風光欺騙人，永遠都只會展示自己最體面、最光鮮嘅一面，從來唔會將自己嘅勞累、痛苦、病痛擺出嚟示人。你見到人哋朋友圈入面笑住影相，四處遊玩，盡享山河風景，卻見唔到佢哋深夜腰酸背痛、輾轉難眠、周身不適嘅模樣，見唔到佢哋旅途勞累、日日食藥、硬撐身體嘅模樣，見唔到佢哋返屋企之後大病一場、元氣大傷、運勢大跌嘅落魄。所有看似精彩嘅遠方旅行，背後都係無人看見嘅消耗與代價。晚年真正嘅享福、真正嘅風水、真正嘅好運，從來唔係行得有多遠、見得有多廣、打卡嘅景點有幾多，而係睡得安、食得落、行得穩、心得安。與其羨慕人哋四處奔波嘅虛榮風光，不如守住自己屋企最溫暖、最熟悉嘅一方小天地。自己屋企張溫暖舒服嘅床，乾淨整潔嘅廚房，日日相處嘅熟悉街坊，作息規律嘅安穩日常，先至係最養人、最聚氣、最保命、最積福嘅風水寶地。呢種安穩踏實、無憂無慮嘅日常，先係晚年最珍貴、最難求嘅福氣。我哋不妨靜心落嚟，慢慢揩一壺溫熱嘅清茶，靜靜感受杯茶入面嘅溫潤與平和。人生下半場拼嘅從來唔係財富，唔係閱歷，唔係見識，而係體質，係心態，係安穩，係福氣。靜心養氣，安居積福，先係晚年最高級嘅活法。與其四處奔波、四處後福，不如安於當下，靜守本心，飲茶度日，悠然自適，守住自己嘅元氣同氣場，就係守住自己一生嘅福澤。岑日飛大師看透晚年人生與氣運規律，亦都為所有長者帶嚟咗晚年自保、避災聚福嘅兩大不折騰鐵律。只要牢牢守住呢兩條底線，就可以有效避開旅途禍患，穩住自身氣場，守住晚年平安，越活越順，越活越健康。第一條鐵律就係晚年出行，只足方圓百里嘅慢節奏。短途出行呢係長者保命嘅生命底線。人過花甲之後，徹底告別長途奔波、跨省遠行、長途飛行、長時間車程嘅勞累旅途。千祈唔好再為咗追風景、見世面、滿足虛榮心，勉強自己去遠方折通。如果實在想出門散心，外出遊玩就揀屋企方圓100公里以內，車程2個鐘頭以內嘅周邊短途遊。呢種短途出行，車程短，唔顛簸，唔勞累，隨時可以出發，隨時可以返屋企，環境熟悉，氣場相見，身體可以輕鬆適應，唔會過度消耗元氣。出行嘅核心目的唔係打卡影相、講景點睇風景，而係放鬆心情、舒展筋骨、散心解悶。得閒去近郊公園行下，海邊散下步，鄉下村落遊下，揾間舒適茶樓飲茶食點心，慢慢行，慢慢嘆，慢慢緊縮，詳情鬆弛自在，唔趕時間，唔逼自己，絕對唔勉強身體，絕對唔透支元氣。守住呢條底線就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奔波時氣、人行周塞，穩住自身陽氣與福氣。第二條鐵律就係出門旅行，死都唔可以慳住宿費。你係晚年出行嘅尊嚴底線、平安底線。好多老人家一輩子勤儉慣咗，出門旅行處處慳，處處惜劣，食就食最平嘅團餐住，就揀最平、最抵、最平價嘅小旅館、小民宿，一心諗住慳得就慳，唔想使多餘嘅錢。但大家一定要記住，對於晚年長者嚟講，出門在我，住宿從來都唔係使錢，而係保命、保運、保平安。人嘅睡眠係一日之中最關鍵嘅養氣、聚氣、修復元氣嘅時刻。夜晚瞓覺嘅環境，直接決定你一日嘅氣場狀態、身體狀態。乾淨明亮、通風透光、地段熱鬧、安全環境、整潔舒適嘅品牌酒店，陽氣充足、磁場穩定、氣場乾淨。夜晚入住可以安心入眠，好好休息，有效修復日間輕微消耗嘅元氣，穩住自身陰陽平衡，護住出門在外嘅平安福氣。反之，好多為咗慳錢揀嘅平價、
小旅館、偏僻民宿，大多數位置陰暗，光線不足，通風差為生，一般空氣潮濕壓抑，甚至樓層陰暗，走廊冷清，人雜氣亂。呢類住宿環境，磁場陰寒，氣場混亂，陰氣鬱積，老人家夜晚喺度熟睡，全身放鬆，氣場最薄弱嘅時候，就會被混亂陰寒嘅氣場侵擾，不斷耗散陽氣，積聚晦氣，短期有就會失眠多夢，心神不寧，長期累積就會氣虛體弱，運勢低迷，衰氣產生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轉變心態，晚年出門千祈唔好喺住宿上面慳錢，寧願少去一個景點，少食幾餐大餐都要住得乾淨，住得舒服，住得明亮，住得安全。好嘅住宿環境先有好嘅磁場，好嘅氣場先可以護住身體，守住福氣，保障平安。呢筆錢絕對值得使，亦都係晚年出行最明智嘅投資。其實人生一世本質就係一場漫長嘅修行，我哋終其一生追尋遠方風景，執着世間名利，執迷外在精彩，到最後先會慢慢發現世間最靚、最治愈、最珍貴嘅風景，從來都唔係遠方嘅名山大川絕美風景，而係自己通達從容、平靜安穩嘅內心。年輕嘅時候，我哋可以仗着自己陽氣旺盛、體質強壯，四處闖蕩、四處奔波，歷盡山河，追求萬事精彩、萬事圓滿。但人到晚年，拼嘅就不再係衝勁，不再係閱歷，不再係見識，而係平和、係安穩、係健康、係長壽、係福澤。岑日飛大師講得最好，心安之是歸處。晚年最頂級嘅風水，是你睡得香、吃得消、行得穩。只要你每日可以安然入眠，飲食正常、步履從容、心神安穩，無災無痛、無憂無慮，你就已經擁有咗世間最珍貴、最頂級嘅風水與福氣。無謂再為咗朋友圈嘅虛榮、外人眼中嘅精彩，勉強自己四處奔波，無謂折騰透支自己辛苦一世積落嘅健康同福氣。與其向外求風景、求運勢、求福澤，不如向內求安，靜心守己，守住自己嘅平穩日常，守住自身嘅陽氣福運。如果大家都聽懂咗岑大師呢番通透真心、秘訣保命嘅晚年忠告，願意放下虛榮嘅遠方奔波，拒絕消耗自己嘅無謂旅行，好好守住自己晚年嘅安穩與福氣，避開旅途隱藏嘅煞氣與衰運，真心誠意想為自己嘅晚年求一份平安順遂。歡迎大家喺評論區打下心安秘訣4個字，為自己為屋企長輩祈福納上，守住元氣，避開災煞，穩住福運。多謝各位一路以嚟嘅陪伴與信任，訂閱知命悟道堂，每晚6點鐘準時相見。我哋日圍爐飲茶，靜生悟道，慢慢聽懂大師傳授嘅人生智慧，晚年自保天機，學會陽氣積福，避煞旺運，過好人生每一日平淡安穩嘅好日子。我哋下期再見。